是挫折不要彷徨，只要认清方向，勇敢向前行，就会实现你的理想。人生路上有酸甜苦辣，难难事事都顺心，成功失败都掌握在你的手中。做事归有恒，有志是进程，才是勇敢的人。有时失意不要欣赏，有时挫折不要彷徨，只要认清方向，勇敢向前行，就会实现你的理想。人生路上有酸甜苦辣，难难事事都顺心，成功失败都掌握在你的手中。做事归有恒，有志是进程，才是勇敢的人。人生路上有酸甜苦辣，难难事事都顺心，成功失败都掌握在你的手中。